得到左中奖的最有影响力奖呢。那频道是历史类的呢，还有很多的漫画。小时候不喜欢读书的，成绩不好，喜欢打电动玩具的呢。毕业于东吴大学日文系哦，还会设计电动游戏、电脑游戏啊，很厉害的。YouTube 频道名称叫 Cheap 了，影片含有很丰富的漫画呢。台湾的频道主 YouTube 叫频道主。有上传电玩游戏耶。哦，很会画漫画，那里频道影片有丰富的漫画力。滑稽不是那个鸡，是鸡叉的鸡。美术设计加上漫画翻唱，加上很会讲历史。国中的时候就很会讲历史、幽默故事，很厉害啊。他的频道历史类的影片有丰富的漫画内容。厉害。